真没想到，谢延齐这小子居然来这么一手。他不在父皇面前直接回答问题，反而在父皇面前卖了个乖。事已至此，王爷息怒。皇上虽然认可了三王爷的想法，可并没有恩准其前往西南岸的计划，这就说明皇上还在犹豫，此事还有转机。你不妨亲自前去。若是皇上准了，那便是大功一件；若是皇上不准，那就让他谢延齐去吧。到时候，可就怪不得我们了。舅舅的意思是，此去必是微服。此到西南路途遥远，林间多有瘴气，蛮族横行遍地，到时候什么可能性都有啊！啊！高，实在是高。我说王爷，你都看了半个小时了，到底想好了没有啊？王爷，西南地处边陲，民风彪悍，要是查案，我去就行了。您不必以身犯险。以身犯险是小，怕王爷是在故意躲避某人吧？哇，独孤，你可回来了，我快想死你了。我也想死你了呢。独孤参见王爷。回来就好。刚才听你的话，你也不赞成本王前去西南。我想先问一句，王爷此去西南调查贡品一案，是不是故意在躲避与二王爷的正面冲突呢？当然没有。独孤跟随王爷这么多年，对王爷还是很了解的。一旦被说中心事，就是这个表情。不管是查案还是躲避，王爷决定前往，我以后定跟随左右。那可不行，你大婚将近，不能擅自离开的。再说了，宁拆10座庙，不毁1桩婚。啊！哎呀，呸！不能说这种不吉利的话啊！童言无忌，童言无忌啊！青柔说的对，你与嫣然大婚在即，本王绝对不会让你去冒险的。就是啊，你们早一天成亲，那个杜印才会早一天死心嘛。你这个人要以大局为重的，且行且珍惜。看来来得早不如来得巧，老天让我这个时候回来，注定要陪王爷走这一遭了。王爷若有你的陪伴，我大可以放心了。那我也要去。你去做什么？我们此行前去办案，又不是游山玩水。我也是要去办案的呀。你们听说过金田一吗？你们听说过柯南吗？告诉你们，这些我在老家全部都看完了。你们听过吗？真相只有一个。王爷，不如带尹姑娘一起去吧，她鬼主意多，到时候也更热闹一些。好吧。哎，还有我，我可以帮你们易容。哦，对。也罢，算你一个吧。可是，父皇尚未恩准，能否同去，还未可知啊。记得上次我要吃那个叉烧包，这次你一定要给我带上，不然在路上我万一饿了，我又吃不着了。啊，对，还有那个什么啊，我想想啊，反正把好吃的全部都得打包。父皇，儿臣想前往西南彻查贡品被劫一事，望父皇批准。你想明白了？儿臣一时糊涂，只想让天下的百姓共沐皇恩浩荡，却没有细心想贡品被劫的细节。是儿臣的失职，三弟他心思细腻，这一点儿臣有所不及。但尺有所长，寸有所短，只要我们兄弟齐心协力，何愁我江山社稷不繁荣昌盛呢？你能这么想就对了，也不枉我对你一片心思。你母后昨日还和我提及你的事情，处处为你辩解，希望
你不要让他失望啊。贡品的事情就算了，我刚刚准了你三弟，让他亲自微服查明真相。可是父皇，好了，你下去吧。那儿臣告退了。来1号，1号，哎，我是1号，我是1号。你好，你好。我们呢考的是你们的数字能力和应变能力。那你听好了，第一题哦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10个数字，哪个数字最勤劳，哪个数字最懒惰呢？不知道。不知道。下一题，下一题。蚕宝宝为什么会有很多钱呢？不知道。这不知道。不知道。哎，因为蚕宝宝会节俭。哎，那第3题啊，2个人同时掉进海里，一个人叫小明，那另外一个叫什么？当然叫救命了。第一题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10个数字，哪个数字最勤劳，哪个数字最懒惰呢？第一最懒惰，第二最勤劳。哦，为什么？因为一不做二不休嘛。第2个问题，麻雀一直叫个不停，怎么样才能让它不叫呢？这个压它一下，鸦雀无声嘛。那我也问一个，哎，这怡红院呐来了3位姑娘，可是老鸨呢只需要1位姑娘，这可怎么办呢凉拌。跟您开玩笑呢，我们还没问完问题呢。然后呢，这个老鸨呢就想了一个办法，让这3位姑娘呢从一锭银子面前经过。第1个姑娘呢见到了银子，把它藏了起来，然后第2个姑娘呢见到了银子，捡了起来，交给了老鸨。这第3位姑娘看到银子，立马跑去找老鸨，老鸨还把银子分给她一半。你说老鸨会选哪位姑娘进去呢？第2位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人品好啊。再想想。那就是第3位，因为他有眼力劲儿啊。废话，当然是找那个脸蛋最美、身材最标致的那个了。这哪来的？漂亮啊！你都到那种地方工作了，还有德行干嘛？整顿风气呀。哎呦，真不愧是在那里生活战斗过的，这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啊！你不信呐？你不信，随便找几个老鸨问问，看他们是怎么回答你的。他说的呀，是对的。太奇怪了，哪有这样出题的？确实还能按号。嫂，恭喜你成为乐天斋的一员，让我们为了理想而努力。纳斯达克不是梦。哎，你给我演示一遍我刚刚教你的推销方案。全场20文，只要20文，手绢20文，皮包20文，全部都是20文，只要20文，20文你买不了吃亏，20文你买不了上当，快进店选购吧。怎么样，可以吗？相当可以啊！给你32个赞。